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没有结果的冲动，还会坚持的守候，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时刻留给我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独留我在这路口等候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时刻留给我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连怎么开口问候都没有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融化每次的心动，坠落的时刻像叶落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独留我在这路口等候。小九，小九，喝这么多酒干嘛？哎呀，算了，睡床上吧。小九，小九，来，我上头。起来躺好好吗？小九在哪儿？好了，知道你难过，先把衣服脱了好吗？你给我小九打电话。好了，乖了啊。先把衣服脱了。小九，石头，사실 너 정말 좋은 사람인 것 같아. 네가 웃고 있을 때면 세상이 얼마나 아름다워 보이는지 몰라. 그리고 내 마음속의 분노도 사라지더라. 너가 나한테 화낼 때 얼마나 껴안고 싶은지 몰라. 근데 그럴 수가 없더라. 혹시라도 널 떠나게 될까봐. 내가 죽게 되면 너 혼자 두고 난 떠날까봐. 그럴 수가 없더라. 너 어떡하냐? 나 정말 널 좋아하나 봐.苏龙已经被段飞的人抓住了，证据很快就会指向我。苏龙是我联络的，就算警察查的话，也只会查到我这里。请您放心，这件事情与您无关。高进的，
已经不只是苏荣的一件事了，他只不过是最后的一根稻草。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啦。韩总，都怪我办事。其实，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只是志明和你让我有些个遗憾。韩总，不要这么说。志明太年轻，他不理解我争来争去，其实就是给他铺路。而你死心塌地的为我卖命，我不该野心太大，把你也拖下水啊。韩总，柳峰和魏天浪都是我联系的，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承担。那些人早把我们的关系掰清楚了。韩总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天亮还有一场恶战呢。秦助理，客户看完的材料拿回来了，但是粉碎机还没送过来。我看看。好，我先拿去存档。行，谢谢。秦助理，新客户那边来电话了，您来接还是？我这边没空，我还有2分钟。好。志明，谢谢啊。各位辛苦了，感谢大家的努力工作。喝的东西放在这儿了，大家自己来拿吧。谢谢韩总。怎么了，秦雪？没休息好？出了那样的事儿，谁能休息得好啊？那你赶快陪一下云总吧。哎，云总他人呢？他还没来，他总得陪陪段飞吧。我想，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不让他过来了。你觉得呢？可是电子商务系统的工程师说，下午跟他约好了，一起谈续约的事儿。好，那我打电话给他。喂，喂，睡好起床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怎么了？你今天能来公司吗？啊，发布会以后有些后续的事情需要你来处理。你等一下啊，我打个电话。
秦雪，我去不了了，段飞他不见了。啊？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电话关机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昨天喝了那么多酒，我得去找他。他会不会去他朋友那儿了？你是说天堂酒吧？对，那里是他们的大本营，我觉得他最有可能就在那儿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啊，那你快去吧。哎，不过发布会后续事情怎么办啊？这个先拖一拖好吗？再见啊。明，怎么样了？他说他暂时来不了了。不行啊，他一个人在外面乱逛，我不放心。我得去找找他。那你赶快去吧，这边交给我了。辛苦了啊，收一下这个东西啊。